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早上8點，而家黃思涵報嘅新聞。美國聯儲局表示喺決定幾時加息嘅時候會保持耐心。聯儲局結束今年第一次政策會議，維持利率喺0至到1/4厘嘅低水平。會後嘅聲明提到，雖然全球其他市場出現動盪，但係美國經濟仍然係喺復甦嘅軌道上。聯儲局對美國整體經濟仍然樂觀，雖然通脹下行進一步遠離長期目標，但係就業市場進一步改善，經濟以穩健嘅步伐擴張。聯儲局嘅聲明公佈之後，市場估計美國喺年中之前唔會加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威脅殺害日本人質後藤健二同埋約旦空軍機師卡薩斯巴嘅限期喺尋晚屆滿，兩人情況未明。約旦政府要求伊斯蘭國交代卡薩斯巴嘅安危，但係暫時未得到回應。有報道就話，一段疑似係伊斯蘭國上載至到互聯網嘅片段表示將會釋放人質。亦都有消息指，一名疑似伊斯蘭國成員喺社交網站話，日本嘅後藤健二唔再係伊斯蘭國嘅人質，但係呢啲報道未得到證實。日本政府暫時未有交代後藤健二嘅交通消息。再見。齊齊做運動，感受大自然。香港電台數碼35台，更全神，更全真。香港電台數碼台主辦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10強經已誕生。7號黃家俊，在一天工作14個小時之後，他得到了價值約100元的東西。8號蕭凱琳，若干歲月後，方才發現幸福原來早已在家中守候，自己卻從不察覺。總決賽2月3號下晝3點，香港電台1號錄音室隆重舉行，精彩內容留意香港電台數碼31台。網上聽眾投選至 Like 大獎今日接受投票啦，截止日期2月1號，快啲登入 rthk.hk/audiobook 投票啦。一日之計在於晨，一齊做運動，展開新一天。運動人生主持劉淑欣教練，洪少賢。嚟到1月29號啊，歡迎大家收聽星期四早上嘅運動人生。咁提一提大家，由而家至到10點鐘，我哋數碼35台呢係會同第5台分途廣播噶，咁各位要留意一下啦。咁大家呢可能好好奇啦，點解黃淑儀 Jacko 會變咗把男仔聲嘅呢？因為由今日開始呢，逢星期四嘅運動人生，我哋會學新嘅運動，而且會有我洪少賢 Lester 喺度同大家一齊做運動噶。不過喺節目開始之前呢，有樣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喺2月3號，我哋會喺香港電台舉行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啊！而且呢10強已經誕生咗噶啦，咁不如呢個時候我哋聽下7號同埋8號參賽者嘅演繹啊！香港電台數碼台主辦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10強經已誕生。7號黃家俊，雖然有幾十間攤商，但總會到他的攤位光顧。在一天工作14個小時之後，他得到了價值約100元的東西，50錢進了自己口袋。另外還有幾袋物品，有時是紅椒或幾塊煤炭。客人拿這些東西來換餅乾，這些物品足夠讓他將來晚餐與購買製作餅乾所需的原料。8號蕭凱琳，有時候我們踏遍千山萬水，尋尋覓覓，只為了追尋幸福。若干歲月後，夜涼如水，方才發現幸福原來早已在家中守候，自己卻從不察覺。你聽過魚跟水的對話嗎？魚抱怨說：你從不看見我在流淚，
因為我在水中。總決賽2月3號下晝3點，香港電台1號錄音室隆重舉行，精彩內容留意香港電台數碼31台。網上聽眾投選至 Like 大獎今日接受投票啦，截止日期2月1號，快啲登入 rthk.hk/audiobook 投票啦。Hello， 香港電台數碼台嘅聽眾，我係 JW， 記住上網投票支持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總決賽嘅入圍參賽者，你哋一定要支持佢哋啊！冇錯啦，如果你想幫呢班同學仔打氣嘅話呢，就快啲去到我哋嘅網站 rthk.hk/audiobook 係 AUDIOBOOK 投選你心目中嘅至 Like 大獎啦！運動人生主持劉淑欣教練、洪少瑩。好啦，咁逢星期四我哋會學啲咩呢？如果大家有收聽上個星期嘅運動人生呢，應該都會估到噶啦，就係太極啦。Lester 咧喺太極呢方面咧都係一個初哥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請嚟中華太極社嘅秘書長兼教練劉淑欣教練嚟到教大家太極噶。劉教練早晨。早晨 Lester 你好。我想問下啦，即係太極嘅起源其實到底係點樣嘅呢？如果講太極嘅起源，一定要講陳家溝啦。陳家溝嘅推源係點樣樣呢？咁就要講下明朝個皇帝朱元璋啦。其實係嗰個年代嘅1300多年嗰陣時候。皇帝朱元璋咧嗰陣時候咧就有啲貢品由山西咧就去經過呢個河南懷慶府，咁就去呢個皇宮啦。點知咧中間就俾人搶咗，俾盜匪搶咗。咁跟住咧朱元璋咧一怒之下就將呢個河南血洗。咁咧就萬頃良田冇人耕啦，咁嗰陣時候朱元璋咧就話：咁大笪地冇人耕唔得㗎喎，於是咧就下令一班人去山西嘅洪洞縣人移民去呢個河南溫縣啦。咁喺嗰陣時候咧，其中有一人咧就叫做陳卜，佢咧就落腳咗喺呢個常陽村，就即係依家嘅陳家溝啦。即係阿陳卜，佢就即係被逼移民啦，咁就去到呢個上陽村，咁之後咧佢喺嗰度開枝散葉，咁所以佢就叫咗嗰度做陳家溝。冇錯啦，嗰陣時候佢人丁興旺，咁而呢個陳家嘅名咧就係咁樣嚟㗎啦。跟翻佢個姓係咪？冇錯啦。咁而咧陳卜呢個人咧就精通拳術嘅兵器嘅，咁跟住佢就歷世相傳啦，一路傳落去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就係第一代傳人啦。但係其實例如佢嗰陣時喺陳家溝，即係可能教佢啲叫親朋戚友啦、屋企人啦，嗰陣時其實佢哋都未叫做太極㗎嘛。係啦，嗰陣時都未係演變成太極拳，咁 mainly 係一啲長拳啊嗰啲咁嘅嘢嘅。咁直至到咧喺第9代陳王庭，即係去到1600多年㗎啦嗰陣時候。咁陳王庭就係佢第9代傳人嚟嘅。咁咧陳王庭咧嗰個年代就係明末清初，咁佢係一個文武全才嘅狀元嚟嘅。咁咧佢喺山東同埋河南咧都富有盛名嘅，因為咧好出名平定土匪啊、屢立戰功嘅。咁不過咧喺嗰陣時候咧，佢就唔得到清廷嘅重用，咁所以咧就修心養性，就退隱耕田。咁咧就喺耕作之餘咧，就依據自己祖傳嗰個108式嘅長拳咧。呢個108式嘅長拳就係阿陳卜佢自己一路演製，係嘛？冇錯，一路演變落嚟啦。咁咧就博納眾家嘅精華，結合陰陽五行嘅理論啦，同埋咧參考中國傳統嘅醫學，即係經絡學啦，同埋導引吐納之術，然之後發明咗呢個太極拳啦。即係佢就由祖傳嘅呢個108式嘅拳法，再加埋一啲五行術數啊、陰陽啊各樣嘢，醫學啊、導納啊嗰啲咁嘅嘢，導引吐納啊，咁跟住咧就演變創立咗呢個太極拳啊！哇，咁太極拳都真係博大精深喎。係啊，咁而家嚟太極拳已經差唔多，如果講1600多年，差唔多400年嘅歷史㗎啦。咁即係話，其實最初係陳卜佢根據佢自己嘅家傳嘅一啲拳法，就傳授咗俾陳王庭之後，再由陳王庭係發展成為太極拳。係啦，陳卜嘅祖先，跟住咧就由陳王庭博納
仲加嘅嘢啦，係啦，跟住咧就變咗呢個太極拳，係啦。嗱，好似頭先阿劉教練講啦，都太極都400幾年嘅歷史啦，後尾點解可以發展到咁蓬勃嘅咧？係啦，早時咧就一路都係傳喺陳姓嘅人士裏邊嘅，直至到第14代嘅時候咧，陳長興 ，OK， 就係大概1700多年嘅時候嗰陣時候啦，陳長興咧就教咗呢個楊露禪。咦，咁即係喺嗰個時候就開始教啲外星人。冇錯啦，楊露禪咧其實咧就喺陳長興家裏邊咧做事嘅，做雜工嗰啲嘅。咁但係咧陳長興就見到楊露禪精乖伶俐啊、聰明啊又勤力咁樣樣，跟住咧又好對拳術好有興趣，咁所以咧跟住咧就決定教咗佢。咁跟住咧就所以傳咗出去呢個外姓啦，外以外嘅人士去學。冇錯啦。咁就傳咗俾楊露禪啦。咁啊，楊露禪對都係得一個人啫。咁佢後尾點樣去將呢樣嘢發揚光大咧？又楊露禪咧，其實咧就好犀利喎。佢又有一個另外一個名叫做楊無敵嘅。因為咧係名都好犀利，好犀利嘅。因為咧佢咧就即係佢學咗太極拳之後啦，咁佢又好中意，即係佢離開咗嗰笪地方，咁跟住咧就佢又好中意打擂台嗰啲咁嘅嘢，跟住經朋友親介紹咧就去咗北京，咁去到北京嗰陣時候咧就喺北京嗰啲王府教拳啊。咁咧北京王府教拳一定係教啲好高貴嘅子弟㗎啦，係啦，貴族子弟。因為貴族子弟咧，咁你都知道係個身體係嬌柔啲嘅嘛，係咪？嬌柔啲嘅體質嘅，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咧就楊露禪咧嗰陣時候咧就將嗰個佢學嘅太極拳咧，陳李太極拳咧就簡化咗。咁就將難度大嘅動作咧，可能改咗啦。OK，咁就變咗咧，冇咗嗰啲穿幫跳躍啊，冇咗嗰啲前絲勁啊，將佢簡化咗，就變咗一啲柔和啲嘅動作。咁咧就係呢個時候咧，咁一路教嗰啲皇室子弟咯。咁教得皇室嘅人，咁就當然會一傳十，十傳百，咁就開始越嚟越多人知道佢啦。係啦。咁因為頭先劉教練都講到啦，即係楊露禪佢就教北京當時一啲貴族子弟啊咁樣，咁所以咧特登就將啲即係難啲嘅動作就刪減咗咁樣。係啦。咁其實我想問下，呢啲動作係咪而家其實已經係失傳咗㗎啦？喺陳式太極拳裏邊仍然保留，只不過喺第二個識別裏邊咧。就可能簡化咗啦，變咗啲柔和啲嘅動作，咁所以咧就分開咗，唔同嘅門派啦，係啦。咁呢個我哋遲啲就會再詳細咁介紹啦。唔該晒劉教練為我哋介紹咗太極嘅起源㗎。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呢，不如我哋有請劉教練帶領我哋做熱身啦。你而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數碼35台。OK， 咁我哋今日就做一個拉筋嘅動作，叫做獅子搖頭。聽個名都好犀利嘅，係咪啊？ OK， 咁嗱呢個動作咧係同頭部有關啦，亦都同頸椎有關嘅。咁佢係特別對頸椎痛係特別好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可以幫助拉開四周經脈粘連嗰樣嘢。因為好多時我哋個頸咧有陣時瞓捩頸啊，或者成日低頭做嘢嘅時候咧，咁呢啲動作喺職業上面成日需要嘅時候，但係可能梗咗條頸。咁如果可以幫助拉鬆翻嗰啲經脈咧，就對我嚟講咧就條頸鬆啲啦，冇咁硬刮刮咁樣啦。咁亦都可以幫助促進個頸部嘅血液循環嘅。咁或者而家開始好冇？首先雙腿站立與肩同寬。OK， 我哋個頭向前自然垂低，頭以頸椎為軸。咁我哋而家放鬆個頭，順時針360度向右慢慢轉。OK， 我哋主要係轉一個圈。喺轉呢個頭嘅時候呢，我強調就越慢越好。我哋盡量係希望把個經脈拉長嘅，所以你越慢呢，就越可以做到呢個動作。你反而快呢，就做唔到我哋想要做嗰樣嘢。咁同埋呢，緊記呢，就係用頭嘅重量自然慢慢帶動轉圈，咁唔需要急嘅。OK， 咁我哋轉一個圈360度，翻去回原位。OK， 咁我哋而家一齊做5次呢個動作啊！將個頭放低，順時針
向右，跟住向後，跟住向左，跟住向前。好，而家開始第二個圈，向右，向後，向左，跟住向前。第三個圈，向右，向後，向左，跟住向前。第四個圈，向右，向後，向左，跟住向前。第五個圈，向右，向後，向左，向前。好嗱，其實咧，我哋頭先轉嗰陣時候咧，如果中間你任何時間感覺到有啲暈嘅話咧，咁我哋咧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就係做相反嘅方向，即係咧逆時針做翻轉頭，咁就可以唔會頭暈噶啦。好，咁我哋而家開始做呢個相反方向啦，就逆時針360度。首先第一個圈向左轉，向後轉，向右轉，向前。第二個圈向左轉，向後轉，向右轉，向前。第三個圈向左轉，向後轉，向右轉，向前。第四個圈向左轉，向後轉，向右轉，向前。第五個圈向左轉，向後轉，向右轉，向前。係啦，咁我哋就做完呢個動作啦。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做呢個動作呢，就叫做平腿拉筋。咁呢個動作呢，聽個名都知噶啦，係對個大腿個筋絡係有鬆弛有幫助嘅。咁同埋呢個腿窩呢，即係膝頭後邊嗰個位，有陣時呢會有啲冤啊痛啊咁樣嘅。咁同埋呢個動作呢，都可以幫我哋收腰收腹嘅。OK， 咁好啦，我哋而家不如坐喺個地下先。好啦， L 字形咁坐喺度，雙腿伸直與身成90度，腳板同個地又係成90度。咁好啦，我哋而家有條毛巾嘅，用條毛巾幫助我哋，兩隻手掌揸住個毛巾尾端，然之後繞過個腳板，然後呢，我哋個身體呢彎向前拉，咁兩眼呢望住個腳背。咁我哋呢拉得幾多就拉幾多，慢慢去拉，咁就唔使一下子拉到盡嘅，慢慢呢因人而異。咁呢身體放鬆，然之後身體翻回原位坐直，咁我哋動作就完成噶啦。記住，我哋拉嘅時候個力度同埋幅度呢唔使過於太大同埋太大力嘅，因人而異就得噶啦。而家我哋一齊做10次啦。第一次拉實毛巾個尾端，咁我哋而家彎腰定住個位，嗱，有冇感覺個腰背同埋個腿條筋有啲拉住呢？好啦，我哋而家放鬆，坐直翻回原位。OK， 而家做第二次咯。好，拉住毛巾，彎腰定位，放鬆翻回原位。第三次，彎腰定住，放鬆坐直翻回原位。第四次，拉住毛巾，定住個腰背腿，放鬆坐直翻回原位。第五次，拉住毛巾，彎腰定位，放鬆坐直翻回原位。第六次，拉住毛巾，彎腰定位，放鬆坐直翻回原位。第七次，拉住毛巾，彎腰定位，放鬆坐直翻回原位。第八次，拉住毛巾，彎腰定位，放鬆坐直翻回原位。
第9次拉住毛巾，彎腰定位，放鬆坐直返回原位。第10次拉住毛巾，彎腰定位，放鬆坐直返回原位。好啦，我哋而家做完10次啦。你而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數碼35台。熱身運動就做完啦，係時候學習今日嘅太極拳法咯。咁劉教練今日會教我哋學咩拳法先呢？係啦，咁我哋就會講手型先啦，不如手型先。好，咁我哋將以下嘅時間交俾你。好啦，個拳係點樣做法嘅呢？點樣揸法嘅呢？ OK， 首先四指屈曲貼喺掌心，拇指扣壓食指同埋中指嘅第2關節。咁而家我哋揸埋呢，就變咗一個拳㗎啦。OK， 個拳呢，其實提一提呢，就係唔好握得太實，即係話手指唔好太緊，因為如果太緊嘅時候呢，個拳呢變咗死拳。但係呢個拳呢亦都唔可以過鬆喎，因為太鬆嘅時候即係鬆飄飄咁樣樣咧，冇力，同埋可能打出去嗰陣時會傷到隻手。我哋而家學識咗揸拳之後呢，就可以去做一個平衝拳啦。咁我哋先做右邊啦，好冇 ？OK。雙腿站立與肩同寬，咁我哋呢屈膝鬆胯，兩手握拳放喺腰側，拳心向上，我哋準備好，呢個係我哋嘅準備動作。旋腰轉胯，咁我哋嘅上身向左轉，同時呢我哋向前衝我哋嘅右拳，拳心向下。而家收翻隻拳到腰側，拳心向上。好，出拳嘅時候呢，提一提啦，我哋個拳係內轉向前衝出嘅。頭先講過啦，就拳唔好握得太緊同埋太鬆，同埋手臂呢都唔可以伸得太直嘅。咁我哋做完咗頭先右拳啦，右平衝拳啦，我哋而家去做呢個左平衝拳啦。預備動作呢係一樣嘅。而家我哋旋腰轉胯，上身向右邊轉，同時咧向前衝出我哋嘅左拳，拳心向下嘅，收翻隻拳到腰側，拳心向上。咁我哋啱啱做完嘅呢，就係首先做咗右平衝拳啦，同埋啱啱做咗左平衝拳。咁不如我哋而家輪流做呢兩個平衝拳10次啊！首先我哋做右拳，然之後做左拳咁嘅次序啦。好，第一次我哋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第二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第三次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第四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第5次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第6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第7次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第8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第9次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最後一次第10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咁我哋做完10次平衝拳啦。好，咁我哋啱啱咧就學咗平衝拳呢個拳法啦。咁第2種會係咩呢？劉教練？好，咁我哋而家介紹擲拳啦。咁我哋先做右擲拳先啦。雙腿站立，與肩同寬，屈膝鬆胯，呢個係我哋嘅準備姿勢。咁好啦，右手握拳，屈臂上舉至與臂同高，拳心咧向住個面嘅。咁我哋嘅左掌咧就放喺腹前，掌心向上，準備好。咁而家咧我哋嘅右拳咧背脊下落，擲擊喺左掌心。咁我哋啱啱做完第一次嘅右擲拳啦。咁好啦，我哋而家一齊做5次啊，好冇？舉起隻拳，右拳背下落，擊左掌心。第一次。而家做第2次，舉起隻拳，拳向面，跟住拳背擲落，擊左掌心。第2次。而家做第3次，舉起隻拳向面，拳背擲落。第3次做完。而家做第4次，舉起隻拳向面，
扎落。第4次，而家做最後一次，第5次啦。舉起隻拳向面，拳背扎落，掌心。我哋做完第5次啦。好啦，咁我哋而家開始做左扎拳咯。OK， 一樣啦，雙腿站立，與肩同寬，屈膝鬆胯。我哋左邊隻手握拳，屈臂上舉去個鼻同高，拳心向住個面。而家右掌咧就放喺腹前，掌心向上。咁我哋準備好咯，左拳背下落，扎擊右掌心。咁我哋做完個左扎拳啦，咁我哋一齊做5次啊！好，第一次舉起左拳向面，拳背扎落，擊呢個右掌心。我哋而家做第2次，舉起隻拳，拳心向面，拳背扎落，做第2次。而家做第3次咯，左拳舉起，拳心向面，拳背扎落。而家做完第3次，舉起左拳，拳心向面，拳背扎落。做完第4次，而家做最後一次啦。舉起左拳，拳心向面，拳背扎落。做完第5次啦。好，咁我哋咧啱啱就做完呢個扎拳啦，而家我哋就學識咗扎拳同埋平沖拳2種拳法啦。咁接住落嚟，我哋又會學邊種拳法呢？劉教練？好，咁我哋而家做呢個雙拳橫斗咯。咁我哋先做呢個右邊右橫斗出去。咁咧嗱，雙腿站立，與肩同寬，屈膝鬆胯。好，雙手握拳，左拳呢放喺左腰側，拳心向上。右拳呢放喺腹前，拳心向下。準備好咯。咁我哋而家咧旋腰轉胯，上身向右轉，帶動兩拳屈臂經胸前向右橫打出。右拳呢拳心向上45度肩高，左拳呢拳心向下放喺腹前。好，咁我哋而家一齊嚟做5次咯。好，收翻隻拳埋嚟先，喺左腰胯。而家我哋向右打出，第一次，收翻埋嚟，左腰胯。我哋向右邊打出，第2次，收翻隻拳埋嚟，喺左腰胯。而家我哋向右邊打出，第3次，好，收翻隻拳埋嚟，喺左腰胯，向右打出，第4次，收翻隻拳埋嚟，喺左腰胯，向右打出，第5次。咁我哋做完5次嘅右雙拳橫斗啦。好，咁我哋而家做呢個雙拳橫斗，向左橫打出。咁呢，我哋係頭先個動作相反過嚟嘅。好，雙手握拳，右拳呢放喺右腰側，拳心向上。左拳呢就放喺腹前，拳心向下。咁我哋準備好咯。好，咁我哋而家旋腰轉胯，上身向左轉，帶動兩拳屈臂經胸前向左邊橫打出。左拳呢個拳心而家向上45度肩高，右拳嘅拳心呢就向下喺腹前嘅。咁我哋而家呢做咗第1次啦。好，咁我哋而家不如一齊做5次啊。好，將兩拳收翻喺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1次。收翻嚟，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2次。收翻嚟，喺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3次。收翻嚟，喺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4次。收翻嚟，喺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5次。咁我哋啱啱做完咗5次嘅左雙拳橫斗啦。好，唔該晒劉教練教咗我哋3種拳法，包括咧係平沖拳、扎拳同埋雙拳橫斗噶。咁呢個時候咧，大家可能都有啲攰噶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聽翻首歌先。帶俾你嘅係許廷鏗嘅《我的離開也是愛》。和你走近要多少犧牲？假
如天意，也想我安分，沒原因未合襯，仍可緊守着互任，就算分開不要去憎恨，難再擁抱沒熱吻，竟能感覺愛得真，像留低着烙印，人生豈可沒淚人，無用計較以後有着別人，還是傷心，逐段舊情似是遺憾，就是日後共誰有着緣分，始終不可取替着這真摯質感，若有天跟你再度走近，如同陌生也不驚震，你的餘生再別要傷心，逐段舊情已是無憾，日夜夜為誰也是緣分，不枉一生間抱着這安慰是未夠，若有天因有這段感慨，才珍惜你的所愛，我的離開也是愛。走近像綠韻，感情相距再不過吻，是前因裏再受，重複追憶着熱吻，才學會去放下繼續做人，無謂強忍，逐段舊情似是遺憾，就是日後共誰有着緣分，始終不可取替着這真摯質感，若有天跟你再度走近，如同陌生也不驚震，記憶猶新，每日每分動人吸引，逐段舊情已是無憾，日夜為誰也是緣分，不枉一生間抱着這安慰是命感，若有天因有這段感慨，才珍惜你的所愛，我的離開也是愛，記憶留低這份愛。齊齊做運動，感受大自然。香港電台數碼35台，更全神，更全真。CIBS 社區參與廣播第7季節目，星期4晚8至9，社區快樂人由惠維更製作。快樂嘅人實有幾個喺左近。晚上9至10，我們的夢工場。唔好淨係做個 dreamer，我哋要做個 dream maker。黃子玲帶你走入年青人嘅行業，發掘佢哋嘅夢想之路。你可以透過 RTHK Mine 收聽香港電台數碼31台社區參與廣播嘅節目。淡淡然掠過，神秘又美麗。Hello， 我係林志美，好多謝大家一路都咁喜歡我嘅歌，希望我嘅歌可以喺你嘅心入邊永遠動聽。星期1至5晚上10點半，香港電台數碼31台，我會同夏妙賢、張偉基同大家一齊講好音樂。美滿動聽。
日之計在於晨，一齊做運動，展開新一天。運動人生主持劉淑欣教練、洪少賢。好，咁翻嚟呢第二部分嘅運動人生啦。頭先啊劉教練啦就教咗我哋3種嘅拳法，包括呢就有係呢個平沖拳啦、紮拳同埋雙拳橫抖㗎。教呢個拳之前呢，其實啊劉教練都教咗我哋揸拳嗰個方法啦。咁我都有樣嘢想問啊，就係呢頭先啊劉教練都提到，就係個拳唔可以揸得太實，如果唔係呢就會好死嘅。咁其實鬆得滯我明啦，即係鬆飄飄咁冇力啦。咁但係點解揸得實唔係應該會大力啲嘅咩？咁我哋舉個例啊，譬如喺平沖拳咁啊，嗱，如果個拳揸得太實，打出去嗰陣時候，嗰啲力咧喺關節度鎖死咗，出唔到，冇咗個爆炸力，咁就唔夠靈活咯。成個拳法喺陳式拳嚟講咧，我哋講鬆活彈抖啊嘛，佢冇咗個彈抖性，因為鎖死咗，太硬邦邦咁樣出去嘅時候咧，佢做唔到嗰個靈活嘅彈抖嗰樣嘢，咁個爆發力咪出唔到咯。即係當個拳揸得太實時候，我都發覺，因為我自己揸拳啦，我試下咁揸得太實嘅時候，我啲關節啊、膊頭啊、手踭啊，所有係啦，就似乎都係啦，好似好緊張啊，繃緊晒咁樣。冇錯啦。呢個繃緊嘅狀態咧，變咗啲力出唔到，爆唔到出嚟。但係反而咧，你鬆啲，放鬆隻手，OK， 所有嘢放鬆晒嘅時候，你一出嘅時候咧，然之後喺臨尾嗰一下，當我哋旋拳出去嗰陣時，先爆出去嗰道力咧，係最勁嘅。明白。劉教練，你頭先都講到話旋拳咯，我發現頭先嗰幾種拳法咧，做完之後，例如本身咧拳心向上嘅拳頭啦，出咗拳之後咧，會變咗拳心向下嘅喎，成個手其實就已經係唔同晒嘅咯喎，拳頭嘅方向。冇錯，你真係好留意力啦，因為呢個咧就正係陳式太極拳嘅螺旋前絲經嗰個螺旋嗰個動作。你見到我哋本身拳心係向上，跟住打出去嗰陣時候，去到接近個目標嘅時候，係啦，打落去嗰下之前呢，我哋個拳喺嗰一剎那之前呢係轉咗，就變咗拳心向下，然之後嗰下先至爆出去。即係其實我哋預備動作嘅時候，拳心向上啦，係轉去向下嘅時候，係臨尾先至轉，就唔使話一邊打出就一邊轉緊，係咪？係啦，冇錯，係臨尾接近個 target 嘅目標嗰陣時先至轉拳，然之後呢一個螺旋嘅勁咧產生嘅勁咧。加埋喺我哋嘅內邊運氣咧，一下咁爆出去咧，就將成個爆發力爆出去啦。即係我哋就乘機啦，借助呢個轉動嘅時候嗰個螺旋力，就令到個拳更加有勁嘅。冇錯啦。明白啊！咁乘機又問埋啦，我哋頭先做嘅時候啦，使唔使話出拳嗰個速度咧，要唔要話好快，好似打拳咁樣，一聽到就即刻咚一聲咁就打出去，還是其實我哋可以慢慢咁樣打出嘅咧？其實咧，個拳咧出去嗰陣時候，唔需要特登刻意一開波嗰陣時揈咁，而係咧你個拳係去到最尾嗰一下先係最重要，即係臨去 hit 嗰個目標嗰陣時候，先至係最重要。即係臨打中 target 之前。係啦，臨打中 target 嗰陣時候，先至係最重要，嗰下先至快，嗰下先出嚟，嗰下先轉拳。全部嗰樣嘢都係喺嗰一刻度做，然之後砰一聲撞落個目標度，咁我哋達到我哋效果。即係最緊要咧，就係速度啦，或者係轉手嗰一下咧，都係喺打落目標之前去做晒去，以一個好短嘅時間去轉你嘅手。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最目標我哋想做到嘅。係啦。劉教練啊，今日都教咗3種嘅拳法啦，包括就係平沖拳、紮拳同埋呢個雙拳橫抖啊。咁其實每一種拳法佢哋嘅特色係點樣，或者係用法係點樣嘅咧？OK， 咁平沖拳咧就係向前衝出去打㗎啦。咁我哋通常係講打心口。明白。即係個目標就係想打對方心口。係啦，打對方嘅心口。就用平沖拳啦。係啦。咁好啦，紮拳咧，咁係咁樣上邊紮落去噶嘛。係啊，呢個打咩？呢個方向咁古怪。個拳咧就可以上舉嗰陣時可以打下巴，下邊嗰陣時候咧就可以護襠。即係其實我哋做嗰個預備動作就係舉起個係啦，舉喺個面前面嘅。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一個攻擊嚟㗎。呢個係一個勁嚟㗎啦。下紮嗰陣時又係一個護襠咯。咁同埋呢個紮拳咧可以上打，亦都可以向出打嘅，向外打嘅。即係個方向就唔一定限死係向上，可以打其他方向。係啦，可以打面都得嘅。明白。咁就變咗係用拳背去襲擊對方啦。冇錯。咁而最尾我哋教嗰個雙拳橫抖咧，呢個就向左右兩邊
咁樣係啊發出啦，係啦。呢個雙拳橫斗其實個用途係最多嘅喺技擊上邊。要你頭先諗下，我哋隻手橫出去嗰陣時候，有膊頭啦，有袖啦，有拳，係咪？係。咁膊頭咧係嚟打近身嘅靠，即係用個膊頭去撞對方。冇錯，咁我哋叫做靠。係用個膊頭去靠落人哋嗰度 ，OK？咁呢個近身，佢行到埋嚟，我哋咪一靠落去咯。咁即係啦，一下咁撞埋去。個袖咧就係打中距離嘅。袖即係個手踭。係啦，手踭。嚇！咁向後一隻雞翼向後咁樣啦。咁個拳咧就係打遠距離啲㗎啦。咁譬如佢離我哋遠少少，我哋一下咁橫抖過去，打落面啊、心口啊，喺邊度就打邊度。明白。哇！咁即係呢個拳法咧就。近嘅又打到，遠嘅都打到喎。係啊，所以話係佢最常用嘅拳咯。明白，明白。咁你咪或者順帶一提啦。頭先嗰陣時候，我哋雙拳橫斗咧，一隻拳向外打，另外一隻拳咪喺嗰個腹前嘅。係啊，擺喺腹前㗎嘛。佢擺喺腹前，其實佢都有作用嘅。佢做一個叫做對拉力，同左右手對拉力，係啦，有個對拉力。同埋咧，呢個拳咧，佢嘅手袖個手踭咧，擺喺度咧，其實都可以向後。都係一個攻擊啦，都係一個即係兩邊嘅護身嘅，係啦，兩邊嘅爭都係一個攻擊嚟嘅，係啦，可以向後打對方，一個就向側邊，一個就向後邊咁樣樣咯。哦，哇，360度都兼顧到啊！係啊，係啊，所以好有用㗎呢個拳。咁喺我哋重溫劉教練今日教嘅3個拳法之前呢，不如我哋聽一聽 Winnie 張穎賢嘅健康小貼士，睇下今日有啲咩健康資訊帶俾大家。每日做運動可以令我哋身心健康，做運動嘅同時，等我哋又了解一下做運動嘅好處。健康小貼士，張穎賢。每次買親咩生日蛋糕，個個一見到上面有粒士多啤梨，都已經耍晒手擰晒頭，次次都酸到中晒伏嘅。但你真係唔好俾餅店啲士多啤梨呃到你啊！因為士多啤梨佢嘅營養功效絕對遠超你所想。首先啦，佢有好豐富嘅維他命 C， 可以增強人體免疫力，預防感冒。其次，佢又有大量嘅果膠同纖維素，可以促進腸胃蠕動，幫助消化，改善便秘問題。再者，而家上班族普遍都壓力好大，肝火盛，咁食翻啲士多啤梨都有抑制作用㗎。而最後一點，女士們就要豎起隻耳仔啦。原來士多啤梨佢仲可以幫助燃燒脂肪嘅，因為其實人體嘅脂肪呢，佢有分2種㗎。一種就係白色脂肪，即係平時儲存能量俾身體活動嗰一隻，積得太多就會變成肥膏啦。而另一種就係啡色脂肪，相反佢就可以促進新陳代謝，抑制食慾，燃燒翻白色脂肪。而士多啤梨入面嘅紅果素就正正能夠增加翻啡色脂肪，達到減磅嘅效果啦。咁所以下次食蛋糕，識食嘅一定係食粒士多啤梨，仲要冇人同你爭添啊！其實 Lester 咧平時對士多啤梨就真係冇乜特別感覺㗎，但係聽完 Winnie 張穎賢嘅介紹之後呢，等我下次食蛋糕嘅時候都同啲 friend 爭下先。運動人生主持劉淑欣教練，洪少賢。小貼士咧就聽完啦，又係時候重溫我哋今日學過嘅3種拳法咯。劉教練啊，不如我哋先做平風拳。咁我哋先做右邊啦，好冇 ？OK， 雙腿站立與肩同寬。咁我哋咧屈膝鬆胯，兩手握拳放喺腰側，拳心向上。我哋準備好，呢個係我哋嘅準備動作。旋腰轉胯。咁我哋嘅上身向左轉，同時咧我哋向前衝我哋嘅右拳，拳心向下，而家收翻隻拳到腰側，拳心向上。
好，出拳嘅時候呢，提一提啦，我哋個拳係內轉向前衝出嘅。頭先講過啦，就拳唔好握得太緊同埋太鬆，同埋手臂呢都唔可以伸得太直嘅。咁我哋做完咗頭先右拳啦，右平衝拳啦，我哋而家去做呢個左平衝拳啦。預備動作呢係一樣嘅。而家我哋旋腰轉胯，上身向右邊轉，同時呢向前衝出我哋嘅左拳，拳心向下嘅，收翻隻拳到腰側，拳心向上。咁我哋啱啱做完嘅呢，就係首先做咗右平衝拳啦，同埋啱啱做咗左平衝拳。咁不如我哋而家輪流做呢兩個平衝拳10次啊！首先我哋做右拳，然之後做左拳咁嘅次序啦。好，第一次我哋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第二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第三次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第四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第五次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第六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第七次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第八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第九次出右拳衝出去，收翻嚟；最後一次第10次出左拳衝出去，收翻嚟。咁我哋做完10次平衝拳啦。好，咁我哋啱啱咧就學咗平衝拳呢個拳法啦。咁第二種會係咩呢？劉教練？好，咁我哋而家介紹擲拳啦。咁我哋先做右擲拳先啦。雙腿站立，與肩同寬，屈膝鬆胯，呢個係我哋嘅準備姿勢。咁好啦，右手握拳，屈臂上舉至與臂同高，拳心咧向住個面嘅。咁我哋嘅左掌咧就放喺腹前，掌心向上，準備好。咁而家咧，我哋個右拳咧背脊下落，擲擊喺左掌心。咁我哋啱啱做完第一次嘅右擲拳啦。咁好啦，我哋而家一齊做5次啊，好冇？舉起隻拳，右拳背下落，擊左掌心。第一次，而家做第二次，舉起隻拳，拳向面，跟住拳背擲落，擊左掌心。第二次，而家做第三次，舉起隻拳向面，拳背擲落。第三次做完，而家做第四次，舉起隻拳向面擲落。第四次，而家做最後一次第5次啦，舉起隻拳向面，拳背擲落，掌心。我哋做完第5次啦。好啦，咁我哋而家開始做左擲拳咯。OK， 一樣啦，雙腿站立，與肩同寬，屈膝鬆胯。我哋左邊嘅手握拳，屈臂上舉去個臂同高，拳心向住個面。而家右掌咧就放喺腹前，掌心向上。咁我哋準備好咯。左拳背下落，擲擊右掌心。咁我哋做完個左擲拳啦。咁我哋一齊做5次啊。好，第一次舉起左拳向面，拳背擲落，擊呢個右掌心。我哋而家做第二次，舉起隻拳，拳心向面，拳背擲落，做第二次。而家做第三次咯。左拳舉起，拳心向面，拳背擲落。而家做完第三次，舉起左拳，拳心向面，拳背擲落。做完第四次，而家做最後一次啦。舉起左拳，拳心向面，拳背擲落。做完第5次啦。好，咁我哋咧啱啱就做完呢個擲拳啦。而家我哋就學識咗擲拳同埋平衝拳兩種拳法啦。咁接住落嚟，我哋又會學邊種拳法呢？劉教練？好，咁我哋而家做呢個雙拳橫斗咯。咁我哋先做呢個右邊右橫斗出去。咁咧嗱，雙腿站立，與肩同寬，屈膝鬆胯。好，雙手握拳，左拳呢放喺左腰側，拳心向上；
右拳呢放喺腹前，拳心向下，準備好咯喎。咁我哋而家呢，旋腰轉胯，上身向右轉，帶動兩拳屈臂經胸前向右橫打出。右拳呢，拳心向上45度肩高，左拳呢，拳心向下放喺腹前。好，咁我哋而家一齊嚟做5次咯。好，收翻隻拳埋嚟先，喺左腰胯。而家我哋向右打出，第一次，收翻埋嚟，左腰胯，我哋向右邊打出，第二次，收翻隻拳埋嚟，喺左腰胯。而家我哋向右邊打出，第三次，好，收翻隻拳埋嚟，喺左腰胯，向右打出，第四次，收翻隻拳埋嚟，喺左腰胯，向右打出，第5次。咁我哋做完5次嘅右雙拳橫斗啦。好，咁我哋而家做呢個雙拳橫斗，向左橫打出咯。咁呢，我哋係頭先個動作相反過嚟嘅。好，雙手握拳，右拳呢放喺右腰側，拳心向上；左拳呢就放喺腹前，拳心向下。咁我哋準備好咯。好，咁我哋而家旋腰轉胯，上身向左轉，帶動兩拳屈臂經胸前向左邊橫打出。左拳呢個拳心而家向上45度肩高，右拳嘅拳心呢就向下喺腹前嘅。咁我哋而家呢做咗第一次啦。好，咁我哋而家不如一齊做5次啊。好，將兩拳收翻喺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一次，收翻嚟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二次，收翻嚟喺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三次，收翻嚟喺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四次，收翻嚟喺右腰胯向左橫打出，第5次。咁我哋啱啱做完咗5次嘅左雙拳橫斗啦。你而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數碼35台。唔該晒劉教練咧，今日到嚟咧就教咗我哋3種嘅太極拳嘅拳法㗎。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8點到9點會有劉教練再教我哋另外一啲新嘅招式㗎喎。好，到時見 Lester， 拜拜。拜拜。